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家族，欢迎收看7月初9的重要新闻。八位风台接近台湾，气象署上紧下晡2点半发布海上警报。伫台东富港的海边一阵大景，佮加上8楼海景直接拍入来部落红莲节会场，大家是紧急撤离，加载无人着伤。另外，南回公路上北的路段嘛有踩塑胶笋，避免车辆去互海景攻着。而伫绿岛这边风景嘛无色，大部分的游客拢已经先撤离，居民嘛开始做防灾准备。大约半暝1点，阿美族的马兰部落伫台东富港海边美南区出海口的海水场内底，就像有大型胜利区幕旁，有真侪物件互抢走，部落族人赶紧退离，加在无人互用假去，也是受伤。发地很积极，在第一时间做出决定，让我们紧急撤离，在2点以前2点半以前我们就安全撤离到安全的地区了。透早马兰各部落的族人开始拆海水场的幕旁，卡免搁互大风影假期。拄好找到也是因海祭最后一天，先甲各部落的族人退离到中华大桥的桥卡，继续办祭典，下晡才搁转去各部落。因为这个这次的海水倒灌，我们在那边休息，然后听候大部落指示，我们再回去。因为风台要来，台东的海面风影是愈来愈大，南回地区的风影也真惊人。南回公路外海环的路段、公路桥、大武港务段已经甲上北外海的一座车道暂时管制通行。港务段表示，风力若超过8级，可能管制金轮大桥的通行，请大家注意。金轮大桥的风速有达到我们的管理值8级的话，我们会先执行降速的一个作为。那如果达到10级的部分，就会执行我们的这个枫桥的一个作业。火烧岛甲红头树即马风影也愈来愈强。因为岛上的大部分游客拢伫昨初8升坐船转去本岛，记录是无虾米人，居民也咧准备预防风台。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愈来愈大，台南大内区的古龙天正拄拍扑啊光，就赶紧去抢修这扩大架。若伫规人区的石刻，阁剩个外月就要采收啊，农民嘛是赶紧先土地来做防护。另外，伫基美博物馆，嘛有针对这户外艺术品，专门来加强固定，希望甲一波风台所带来影响降到上低。强烈风台8位瓦近，这户拄好当咧第1期采收的台南大内落来山区的农民带咧等，透早天拄光，赶紧采收。果农无奈讲，已经适个落来，便若拄到强阵风，就会开始落果，雨水就会造成烂根。去年受到低温影响，收成剩3成。今年真无简单，产量恢复，煞有风台来扰乱。对此带来运销合作社嘛头摆和熟食餐饮业者合作，甲适个先办落来，通做无共的料理。报这只大。嘛，拖咧等，所以几点个来加班啊？6点嘛。有搭配一些素食业者，他们就在台风前采的这一批，然后他们运用在台风过后之后，他们把它入菜，然后取代他们一些素食本来要用的一些根茎类的菜。镜头来看规定的石刻园，离采收剩1个月火，果农甲大意，唔若提早套落啊保护，佮甲果树甲铁条拔条咧，就是要甲要收成的果子顾好势。先甲调手机哦，调迄个固定的。固定好势啦。系。伊敢会惊风，这敢会惊风。一定惊风的啊，嘛是惊雨。除了农作物的防灾，基美博物馆户外艺术品那专门改编，官方和艺术家团队合作，替草埔顶面的河北家族的展品加强固定。今年6月底，因为大水后，地属这只上大只的河北，煞捞起苗苏湖，这回因惊去发生，嘛加强防范。对河马而言，它可能不知道台风。但是我们人知道，所以我们是为了要保护它，我觉得还蛮好的措施。3根绳索，然后去把它绑住它的那个上颚的部分，让它湖面高涨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再去漂浮。气象署预告，8位风台暴风圈会伫初10入来台湾4周围海域含陆地。面对这粒风台，各产业拢唔敢放外话，提早做好准备，唔望甲灾害降到上低。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另外，伫嘉义这边，为着要减少风景对养殖的蚵仔会带来影响，嘉义沿海养殖业者对昨就开始来抢收。业者表示，嘉义沿海蚵仔对清明到中秋进前是长咧大的时间，即摆拄着这遮大的风台要入来，大家拢赶紧趁着风高业要入来进前出海去抢收，希望会当减少损失。蚵农无用将收档的蚵仔一篮吊起海边。嘉义县沿海的蚵农早时就赶来出海，
要趁风台也无影响，天气够稳定的时阵，加收一寡蚵仔。拄啊，你肥啦吼，当要采收安尼啦。对啦。啊，搁偌济还未收入来。哦，这个真济啦。大家都赶紧要抢收来，吼，因为大年风台来哈，大家都惊吼蚵，风台吹走去，会损失真济哈，哎呀。清明过了后到中秋这段期间，是家己端沿海蚵仔开始大的时间，蚵仔放较早的，即马有的已经开始收成。学人讲，目前产地计数1斤170，割壳的1斤70，算正正常。抢收回来蚵仔爱赶紧处理起来，若无风台真正严重，时间嘛可能无蚵仔通卖。若风台来，蚵仔就惊，无蚵仔就价钱会搁惊搁波动，会搁较起。除了家己端沿海儿童的风台准备，家己市政府工务处嘛赶紧伫风台也未入来进前，针对要发生淹水的所在进行下水沟的会勘，确认水沟的涵坑排水拢正常，希望减少大雨造成积水淹水的状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一个29岁查甫人，对今年3月底开始连续误解，伫咧凤山林港大寮地区叫计程车暂期4架车，每手拢找理由让讲无纳钱，一直到上尾解，伊叫车坐到凤山要用同款的步数逃窜。运将看代志无对当，拄好有警察巡逻经过，坐车唔纳钱的代志才别空。今摆检方也按照诈欺得利罪，甲人起诉。你能车吗？我那意思坐车来遮，啊伊也无一钱互我。看到警察巡逻经过，现场的计程车运将紧随环境来到三江，因为姓林的查甫人伫凤山家叫车，一路坐去大寮，搁坐转来凤山，车主拢总501，姓林的查甫人煞讲身躯顶无炸钱，爱登去摕。运将感觉代志无对当，无爱放伊走，拄好有环境巡逻经过，不过安怎问姓林的查甫人，都是无要付钱，运将坚持提告。确定没办法付钱哦，那我定现行犯跟你移送了哦。确定哦。警方依法受理，并收集相关事证，全案依涉嫌诈欺得利罪移送侦办。这件坐霸王车的代志发生伫4月13日，姓林的查甫人随行按照现行犯移送地检署侦办。尾手检方一查，佫发现伊根本就是挑工坐霸王车的，进前已经有4届记录。头届是3月27日，伫凤山叫车坐去林恒，讲要转去提钱，尾手就浪港走甲无看人。检方表示，姓林的查甫人明记知影家己无钱，煞食了财自闭，连续5届安尼做，真正不可取。总计诈得不给付车资之利益共4305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第2项之诈欺得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一般啦吼，我若拄到这拢是当作是自己倒霉啦。啊，如果说这个蛮严重，就是定定安尼无，我会较注意，会通报。阮讲讲走车无轻松，伊驶计程车20多趟，久久啊嘛是拄着一道，嘛是偏啊懵懵地算家己衰。不如果若像这个查甫人安尼，一届骗过一届，实在真唔通。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场报道。中联生产的问题球是愈加愈大。原底是测出问题球有1300吨，不过这中球业者泰山阁通报新增加一批可能有问题产品，来源嘛是中联，而且是来自另外一批油品。面对这问题球一捆头增加到2600吨，在野批评中央暗砍甲这件农杀户业者，要求爱全面公布调查结果。若国民党今日早起，嘛去台北地检署控告卫福部长赵宗良等人涉嫌盗窃。食安不安，高官下台。民代走去市电联宣告，中联油的问题搁咧炭烧。国民党3位台北市议员查到去台北地检署，指控政府监督机制脱节，有遮侪有问题油流入去市面，主管机关煞拢无发觉，互厂商隐瞒48天，这是无尽职务的责任。所以告发卫福部长赵宗良、市署长强志刚涉嫌盗窃，也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落台负责。总统赖清德向国人回信咧，在现在的制度里面，只查市售产品，没有去查源头材料。中联原底验到的出问题油就有1300吨，中油的业者泰山佮通报增加一批有疑虑的产品，合理调合油。小署查出已经卖15000多罐，油的来源也是中联。这批甲进前出问题油无同款，来自另外一批1300吨的油。这出问题油恐惊加倍，累积2600吨。立法院民众党团这支中联甲泰山因有利益的共生。佮讲双方经营核心是真侪人中好，
恐惊正做共犯的结果。它有没有所谓的共犯结构？如果今天上游的油品有问题，交给下游的时候，请问下游发现有问题，敢揭发吗？敢指控吗？民众党团批评政府伤依赖业者自主管理，甲责任杀服业者延迟通报。佮讲全台湾有263间卖油的业者，政府2024年敢若稽查56间，应该全面来查。国民党团是批评政府先政策失败，要求随全面公布出问题油流去倒位，佮受影响业者甲产品。请问行政院长，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要求全面提案？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要求完整公布？究责，我相信跑不掉。官员的部分呢，行政流程、决策的过程里面呢，向外界更进一步的一个说明。究责、业者更是跑不掉。在野批评中央暗砍，民进党团否认，讲即马上重要的是先追究业者隐瞒延迟通报的责任，支持司法剔查业者。因若中央甲地方都应该负监督的责任，互行政程序更较集中。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伫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佮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总算是同意授权予乌克兰伫伊本土生产爱国者规段的防御系统。另外一方面，因为乌克兰继续伫咧攻击罗西亚的炼油厂，造成国内欠油，罗西亚伫车杯已经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美国总统川普车杯伫土耳其北约峰会场边，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会谈，宣布正式授权乌克兰伫因国内生产爱国者飞弹防卫系统。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 say make them yourself. Patriot system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for today. The best anti-ballistic system. So we used a lot of. That's the best. Yeah, that's the best. 川普承认讲，美国家己爱国者飞弹库存有限，佮看怎讲也是美军成用，无会当交。乌克兰若要爱，就授权应该生产。虽然讲这项政策会当对根本上缩短乌克兰的军事供应链，不过专家认为爱国者系统制作复杂，费工真了时，过来也可能会变做罗西亚目标。这届也是川普甲泽伦斯基两人今年6月法国这大工业峰会了后第2届见面会谈。川普表示，罗西亚甲乌克兰拢希望战争结束，不过泽伦斯基甲普丁两人拢真歹流量。问讲两人敢要伫咧莫斯科谈判，泽伦斯基也用讲算笑方式甲拒绝。Would you go to Moscow? It's difficult. There are a lot of Ukrainian drones there. That's why. It's dangerous. It will be dangerous. 事实上，乌克兰最近真侪届利用无人机去攻击罗西亚炼油厂甲相关的石油设施，造成即马罗西亚国内咧欠油，甚至佮宣布讲要暂停柴油出口。罗西亚是全世界第2大柴油的出口国，敢若排伫咧美国后壁。消息一日出来，国际柴油的价格也拢起悬。另外，罗西亚又搁再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搁有第2大城哈尔科夫，造成5个人死亡，55个人受伤。面对罗西亚的军事威胁，北约峰会也决定要甲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数十年来空中巡逻任务升级做空中防卫，授权予北约派驻的飞行员会当直接炸毁任何有可能造成威胁的目标。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伊朗即阵是哈密年的国葬期间，不过美军今仔日又搁对伊朗的南部发动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伊战争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止。川普警告，若是伊朗搁继续攻击荷姆兹海峡的船下，美军嘛加强打击的火力。美伊停火协议明定的60天谈判期限就还未到，双方是搁再拍起来。导火线又搁是荷姆兹海峡，为着保护伫海峡的商船，搁再互伊朗攻击。美军2天内2届轰炸伊朗。那这回美国总统川普是宣布，美伊停火协议已经煞。We just hit them very hard, and I say we hit them 20-1. Every time they hit us, we're going to hit them 20. 川普表示，伊朗是小阁无受控，既要达成协议，煞阁唔遵守协议。美军这波行动是针对伊朗南部沿海雷达站甲反舰飞弹基地。随后，美军伫中东巴林甲科威特的据点，搁再因为伊朗的飞击来弹水雷。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川普伫北约峰会会场表示，美方谈判代表若想要会当继续谈判，不过伊认为根本是咧浪费时间，受到中东和平可能会搁再崩败影响，波兰特原油计数是搁再起。不过川普强调，伊要伊的毋是物价问题，因为互伊朗莫搁有核武，是值得美国人付出较悬的代价。上时已经过身的伊朗精神领袖哈米尼的灵柩，伫转去出事地密室核的安装进前，先出境去伊拉克的两个圣城达达加夫加卡巴拉，伫当地共款有济什叶派反美支持者生活来哀悼，民众激动光板啊，一路将哈米尼的灵柩扛入去清真寺。جينا هنا لأن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اللي هو حارب أمريكا حارب إسرائيل الكفر وجه يعني هو الوحيد اللي وقف بوجه أمريكا وقال لهم لا。若川普为安卡拉离开北约峰会时，传出2架换飞行机的插曲，伊是先坐旧的空军1号，煞雄雄降落英国，改坐卡达桑的新空军1号转去华府。随行记者关心2架换飞行机的缘故，川普是回应啥物代志嘛无。公司新闻洪如明编译。AI 带动台股的表现，市场的资金拢集中伫咧 AI 概念股，也地区出现了房贷、信贷等等的6大动荡的现象。央行总裁杨金龙今仔日来到立法院质询，强调这 AI 产业的发展方向无问题。真正互人烦恼的是，这投资唔通博伤大，特别提醒投资人爱注意。受到美国表示，佮对伊朗发动攻势、美战争的变化，嘛牵动国际股市的变化。台股初到拄开盘，虽望起1点啊，起71点，啊，毋过了后嘛对咧震动。台积电以2450块开出来了后，嘛65块。台股最近变动是真大。AI 嘛牵动台股的表现，央行总裁杨金龙到立法院质询，对市场资金集中伫咧 AI 概念股，造成买厝的贷款、信用贷款来质押等等的现象，央行要安怎应用？我们的股市涨得这么厉害，不管是4代同堂还是6代同堂，股市的信用扩张到监理责任，全部推给金管会。投资了、消费了，这些国内的消费非常的热络，导致呢你的通膨压力。那供给面的措施就是政府现在所做的。这几日外资卖台股较侪过买台股，引发市场的波动。日本嘛关心国际上已经出现烦恼 AI 产业消风的声音，央行敢会有作为？杨金龙就强调 ，AI 产业有长期成长的动能，无问题。重点是咧信用更广、快速扩张，伤侪人借贷款来买股票，可能会增加市场的风险。市场过度集中 AI 的相关产业，对外资资金呢对汇市可能造成的挑战跟冲击，投资人的杠杆的运用的状况。AI 的估价呢，是不是太高？是哦，这个股市呢，股价呢，是不是太高？是，这个都是一直啊，国际机构他们也就是说，你一直担心。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扩大到2.6%，是17个月起上济。外界就烦恼讲，通货膨胀和民生物价会起哩。面对日本的追问，杨金龙就强调，起的趋势确实偏预期较悬。不过，考虑到最近国际油价已经降到去美战争进前的水准，这波通货膨胀应该还阁属于会当控制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内需市场继续伫咧回温，这餐饮业的营业额也再创新高。不过，人力银行发布上新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餐饮业甲饭店业的工作机会愈来愈多，已经比去年同期成长15%。这欠工的问题已经成为挑战。一早起店都还未开门，餐饮业者先备了，准备迎接人客。根据经济部的统计，今年5月餐饮业的营业额有947亿元，今年增加4.8%，内需市场豆豆回温，不过嘛是有让人烦恼的代志。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报告，今年6月餐饮甲旅食业者的工作机会抢到26.5万笔，比去年同期成长15.87%，讲是欠佳真厉害。对于业者来说，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可能是找到人才。整个工作环境除了薪资之外，可能包含公司制度，或者是想要建立的职场文化，可能对于现在的职场同仁来说，也是他们很在意的一环。根据统计，业者平均要等2个月到3个月，甚至半冬才通找到第一线的服务人员。人力银行分析，少年人求职意向改变，真侪连锁业者嘛将起薪有关到3万5，增加竞争力。以前可能大家都觉得餐饮业就是
做的事情很简单，所以给的薪水不多。可是后面缺工越来越严重，其实蛮多老板他加薪就是都会加的比最低时薪还要高。很多业者在开出职缺的时候，会用高薪的方式来吸引人才，像是有业者开出了20万的月薪，要征行政主厨或者是营运管理方面的人才，也开出了月薪12万以上。人力银行也观察到，餐饮业嘛惊向数位转型，甲 AI 相关的课成长1.2%，含科技业咧抢人才。学者认为人力也是真欠，加上少年劳动力确实愈来愈稀微。就产业政策面来讲，你要不要让这个半导体产业、AI 产业它的这个成长的果实渗透到别的产业？也就是说，透过 AI 的发展，让别的产业它的附加价值也可以提高。学者提醒业者应该做出调整，包括提高薪水、符合行情、调整人才目标，接纳研发人力，应对就业市场结构的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出席台大病机金山分机综合大楼的动土典礼，伊伫致辞的时阵指出，金山因过因为医疗资源较无够，和民众甲时代要看医生是真无方便。现在这新起的大楼已经开始在动工，期待会当改善当地长照甲医疗环境。这个长照暨医疗综合大楼啊，总共是108床。108床长照病床，有这个数名的服务的这个单位基本上也有医疗专业研究的单位了所以呢，这个对我们金山万里或是北门三支北海岸的父老乡亲，未来在长照服务上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118年的农历过年前嘛，那我们就补助1亿了哈。针对院方表达希望会当争取更较侪补助经费，赖总统也打击。若是这新起大楼工程会当顺利伫2029年完工，中央一定会踏悬补助。希望台湾伫咧进入超高龄社会阶段，会当达成和时代健康老化的目标。2年外前发生伫新北市三重埔的灭门案件，迄当阵24岁凶手张宏业，因为钱的问题等等的原因，涉嫌甲张也有某囝刣死。一审按照家暴杀人等罪，重判3个死刑，嘛是国民法官新制上路了后头一件，互国民法官判死的案件。这专案上诉了后，今仔日2审宣判是维持死刑的判决。都无判莫的，洪亚登去警察局，伊是张宏业。2档外前因为金钱问题等原因，伫新北市三重埔徛家，甲张某佮有约细汉的家主刣死，佮甲死者做伙待几6天了后，甲现金甲金铺款的逃亡，秘去台中。一审用家暴杀人等罪，重判3个死刑。专案上诉了后，2审结果出来，查到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嫌犯的家人真的只爱狗吗？我们家的3条人命呢，就这样没了，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有。死者家属要出面控诉凶手完全无悔意，到达毋捌回失的。大家的开庭审理，家属嘛拢有积极到庭参与，请求判死刑。这届2审维持原判，关键理由是高等法院合议庭认为张宏业是事先计划，存心要连续杀人，尤其趁年老的张甲简单3岁家主困入眠了后落手，属于上严重的杀人手段。被告的岳母是69岁的老年人，配偶的儿子年仅3岁。被告趁着被害人均在熟睡之际加以杀害，杀人的手段残忍至极，属于宪法法庭判决意旨所指的犯罪情节最严重的情形。原审对被告量处死刑，应予维持。被告上诉无理由。其实，这个案件是国民法官新制上路了后，头一件由国民法官参审，伫1审判死刑的案件。虽望张宏业提出上诉，辩方主张刑度的天磅应该是无期徒刑，不过2审认定原审判决无违反罪刑相当原则甲比例原则，维持死刑。专案有案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强烈风台对北部造成的威胁性较悬，桃园的地景艺术节的作品嘛来进行预防性的撤收作业，预定伫7到15要暂停开放。另外，这石门水库的大坝码头嘛已经撤离，这排沙泵坑早起9点进行调节放水。
工作人员无用固定艺术品，有一寡作品嘛刷去室内保存。气象署预估拜五、拜六包围风台接近台湾，有游客烦恼讲风台了后，桃园地景艺术会变甲真惊人，特别赶伫咧风台来进前来欣赏。这次台风会有点担心吗？这次台风看起来真的是蛮大的，想说在台风前先来了解一下，看看这次地景艺术节，我们也很担心说受到台风的影响，不太容易能够恢复到原始创作者的那个构想。特别来的吗？对，因为还蛮有可看性的，所以我们想说趁台风还没有来之前先来看。不过我们也是很担心说有一些是因为要绑台，所以把它撤掉。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7月初4开始，伫咧大园、观音、新厝仔3个行政区展开，一直到8月30。因为包围风台要来，展区的作品进行以风性撤收，预计7月到15暂停开放。那风的作品本身呢，因为风的关系，如果太大的话，会超过它摆荡的临界值，所以我们要紧急先把这个风洞装置的上半部把它拆卸下来。为着避免包围风台造成灾害，金门水库大坝码头的游艇已经刷起白叶，码头嘛已经撤离，等到解除陆上警报才会恢复营业。今仔风台拿来，桃园会落真侪雨，金门水库嘛伫咧初九透早9点，以达秒372海马速度进行排沙隧道调节性放水来调整水位。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接近的影响，花莲的海边早起已经开始出现长景。林保署花莲分署透早就伫万里溪放山湖放第2粒的水柜测量器来监测。如果若是这累积的雨量加预测的雨水量达到100毫米的过，这坝体会伫咧拜5的暗时到拜6的透早开始溢体。花莲港北岸的另外一边已经开始出现长影，渔船、上海洋船透早就开始绑船啊。因仔站的业者是甲家私拢收起来。380以上，这定职一长崇德有4组，那七星台也有4组、8组，还有10T有2组，有10组的定机者，全部都收了。市区干那部分店头在拆扛棒，东大门夜市也无几大在准备预防风台，因为要被发布海警，美仑溪出海口阁有人在处应。东大门夜市其他摊贩怎么大多都没有防台啊？可能台风还没有很近吧，所以说他们要看那个台风的路径。嘿，现在冲浪到底安不安全？现在目前是安全的，会冲浪的人他自己会知道危险处在哪里。另外，林保署花莲分署在时7点委托空勤直升机去万里溪的放山湖，放第2支的水位计，会当搁较精准判断放山湖的变化。若当时会满出来，大约是初早拜5暗时到11的拜6透早开始填出来。现在是蓄水量是356万立方公尺，就是库容量510万吨，总共占约70%了。中央气象局7月10号的时候，大概预测雨量会有100物雨量，应该在7月10号、11号这部分，如果是雨量预估正确的话，会在这个期间，这2天的期间，有可能会蓄满溢流。林保署强调，放山湖水若满流出来，大约会伫1点钟内开始放宽。到水尾西宝桥甲万里溪桥，大约是45分钟到1点钟；到正营大桥4点半钟到2点钟。也若强落来的水位，增加的悬度大约是5公尺到8公尺之间。因为愈挖水尾溪床是愈宽，所以评估第9线的万里桥甲台铁的路桥，拢要是伫安全的数据范围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强烈风台帮规特别加挂，南投县政区对山区较高出现土石崩塌的所在来加强监控。其中，伫第3个放山湖，水保署南投分署冒斟酌来监测。当地里长表示，现主时的水已经消透真侪。若南投一寡风景区嘛拢提早休困先关门，请游客先落山。慢慢来哦。风台包围特别来啊！清境农场的工作人员咧拆看板、告布棚，避免让风台来扫落来，嘛赶紧把羊仔叫回来，准备来避风台。清境农场已经在昨天宣布，自9日中午12点起实施休园措施。另外，第3个加州寮溪顶悬的放山湖，水保署南投分署有继续咧监测。当地里长表示，现主时的水已经消透真侪。除了风台够大放山，若无，应该会把那些土石清出去，然后掩晒湖会突然消失了。届时台风警报发布以后，我们会成立土石流及堰塞湖的应变中心，随时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情况。
针对过去落大雨来发生灾情的信义乡山区，目前已经加强戒备。有关信义乡东堡村到95线3.3公里的边坡，官方嘛打算是拜五暗时8点升风起来，看风台状况，才决定当时要开放。避免我们的猫罗溪这边所谓的暴涨。 那移延到市区有9台的移动式的抽水机。那对于在山区的道路这边，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个土石崩塌，我们也特别要注意，那也尽量不要在山区逗留。南投的山较多，南投县政府应用强烈风台挖近，已经先展开预防的工作。南投市区地势较低的所在，嘛有提早应变，望会当平安度过这届风雨。记者杨秀南投报道。 来看较轻松的基本消息，有一位长期收藏玉甲的博物馆志工，甲伊收集30档，拢总302件玉甲，拢捐予台博馆，成做公共资产。官方嘛特别来举办特展，邀请民众做过来看展览。这个是蝙蝠，然后喜字的搭配就是一个喜上加喜哈，天鹅穿帘啊，就是天作之合哈，所以这个都是跟这个婚姻美满的这个寓意相关的哈。行家详细解说玉甲的图样所代表的意义，比如若看到蝴蝶，就代表双双对对；若有果子，就是子孙满堂的意义。玉甲伫咧东方文化内底，毋但装饰的作用，也有对生活期待甲祝福。设备台湾博物馆开办玉甲特展，所展览的玉甲是旧年来伫博物馆做志工的石佩莲女士的收藏品。因为我收藏的时候，我不是管年代的。 不是管它值不值钱 ，OK， 我是看它的含义。当你看到那个小小的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在你脑子里头。它给了你一个社会的背景，给了你一个文化的延伸。 谢女士委托学者经过一档的研究甲资料整理，甲伊收藏30年302件玉甲捐予台博馆。官方表示，这届的玉甲特展也有一部分是谢女士个人的设计。特展除了会当互民众了解玉器的文化意义，嘛通看到全球玉矿的特色。这些物件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物件，你会看到非常多很漂亮的组合。这些玉器、这些收藏呢，台博馆在这一批之后。 应该也有机会变成台湾最重要 No.1 的这个玉器收藏的这个博物馆。台博馆表示，这届展览对7月初8开始到明年1月，总共会展出62件玉器。博物馆希望民众除了欣赏玉甲的美学工艺，也会当愈了解矿物学的知识。记者郭耀基、林秀凯台北报道。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拢是坐云到好天。 只有基隆北海岸会有南山底渐阵雨。过昼了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会有局部底渐雷阵雨。暗时开始，桃园以北甲东北部地区会出现南山底渐阵雨。 以上就是今仔日的中岛新闻，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柯家族，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